哎，大家安安，大家好。猫咪等等，不要吵。对，然后那个大家安安，大家好。听说有人蛮紧张的哦。嗨，嗨，好耶！我们今天找来了手写字逗号美丽的楚林。你要跟大家，你应该改一下你的标题，直播的标题。我要加一个逗号是不是？我刚刚把自己打，我应该要贴给你看。我刚刚打了，好啦，称号跟 ID 我要打在聊天室上面。我帮你补一个逗号，来，大家可以重新整理。好像不用重新整理，它就会跳出来了。好，嗨，太好了。这一下是，不好意思，我好像打断了你的节奏，对不对？哦，没有啊，我只是，没有，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要请你自我介绍，所以你打断的是自己的节奏，应该是没问题。好，那嗨，大家好，我是穿越少女魔法厨娘楚玲玲玲，嗨，这个开场白要300年没有讲了，嗨，然后，我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活动，但我如果有活动的话，我会吃早餐，就礼拜天早上我会固定吃早餐，然后礼拜一晚上会固定唱歌。然后我最近在做的活动是手写字幕，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后来我发现把手写字放到唱歌的剪辑上面还蛮好看的，所以我最近有在做这个。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不小心就认识了阿慧，这样。哎，的确。哎，那时候是是你看到我的歌回吗？是这样开始的吗？我看到你的街访，你看到我帮玲玲写的字幕对，我想起来了。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街访，我是觉得就很有趣，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因为我那时候正在做我的企划，我不然我们就聊起来了。对，结果我们还没访问到。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正在做我的企划，然后我就在想说，因为我本来就想要借这企划让更多人知道我，然后我就想说，我正在做这个企划，然后如果有机会不小心让阿慧看到的话，说不定他就会来接访我了，这就是我那时候想的事情。真的假的？真的，因为这就是我的目的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赶快多写一点，然后如果这有机会被看到的话，我之后就有机会被街访了。这样子，我是冲着街访来的。我对你来说有用的部分就是街访，就很有趣啊，看起来超酷的哎。然后就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有，而且就好几个都是就我认识的。然后我就想说他们都有，但我没有，然后就想要想办法争取到那个机会，这样。其实没有很难争取啊，就是那个打开我的推特，然后我有开放私讯，从那边点进去就可以了。但我还是先从丢出我的手写当做我的第一步，对，我就想说我先邀请他来让我写字幕，或许他就要我去街访了，这样。不过我真的是赚到因为就是从那个00的大姐从00那边看到你的手写字，就觉得太酷了，就是居然会想到就是算是串联，就是帮很多不同的 VTuber 朋友写字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蛮赞的，而且很多歌都是就是很适合配上手写字，会觉得更有温度。对，其实每一首歌都可以啦，老实讲。也是，因为我自己写很多，就是我在还没有帮 V 朋友写之前，我自己就写过很多我自己私人的作品，然后真的每一首歌真的写上去都会很适合。对啊，然后就大家都会说，就是想要挑一些比较适合的歌，我都觉得就是大家不用想那么多，只要你喜欢这首歌，那就没有问题了。太好了，下次我要挑很难的，比如说什么橡皮擦。橡皮擦什么啊？你不知道吗？等一下，我有开到 BGM 吗？好像没开到 BGM 我不知道，因为我听不到。耶，我开了，对。好，我想说清唱前开了BGM，要把 BGM 关掉，然后发现BGM 嘞。好，你不知道橡皮擦之歌哦？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橡皮擦，你在哪里？橡皮擦，
你在哪里？哦，你不知道，好，没关系。我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跟梗的人。这首好像是十几年前的梗，所以不熟悉也是正常。那你知道那个吗？那是叫水龙头吗？好像叫水龙头啊，也不知道。也是迷音歌。算了，这个我们下播之后再来交流这个。好好好，我们太今天好了正题。好，那你要给我介绍一下后面这个盘子。哦，盘子吗？你说转盘是吗？是的，你要给我介绍一下。介绍吗？不用啊，就直接转下去就好了。哈哈哈，我以为你会跟我说这样，我们今天。你觉得联动有什么礼节要注意吗？比如说，应该先介绍一下转盘在干嘛。对，我觉得这个转盘他非常的懂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真的，这个转盘本身就非常的注意礼节。真的，转盘都超会做效果了，我爱转盘。好，我觉得联动什么礼节，我自己啊，因为我之前有做那个一起吃早餐的计划，然后我会先定好完整的流程，就假如说我应该不是说好，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呢，我是说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写计划表的人。哦，所以我今天才会昨天晚上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先洗澡？因为我会先想好我今天一整天的日程，有时候甚至会详细到几点几分这样子。哇，所以我会先做好这些事情。哇，这叫什么呢？很有自律是吗？就我是喜欢写计划，不一定会照计划走，但我喜欢先想好这样子。对，不一定会照计划走，但我喜欢先想好，先预测好，就是会发生哪些事情这样子。那可以照计划走是最好，但是不行也没关系，至少我不是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样。我好像，然后，对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会不想要我的来宾来的时候不知道现在要干嘛，所以我会自己先跟对方讲好，说就是我几点会开始我们的直播，然后我 loading 会 load 多久，然后我开场的时候我会先做什么，然后我会告诉对方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讲第一句话，我会 cue 你，然后所以对方就会等到我 cue 他的时候，他才开始讲第一句话，这样，然后时间大概进行多久，那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会用什么词当结尾，这样子。哇，那跟我差蛮多的。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的台每个人的节目风格还有观众那个都不一样，的确，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到别人家要跟着别人的节奏走，所以我也会想说别人可能也会这么想，所以我会先把我们这边的流程告诉对方，让对方比较不会那么不知所措这样子。啊，有道理哦，所以你会很紧张，是因为我没有给你那个 rundown， 是这样？要说这样子说啊，好像也不是，是你的题目让我很紧张。我就是看过那些题目之后，它真的有很多是我可能因为我是很容易不小心太认真，就会讲到离题，然后讲出一些非常爆眼的话，所以我就会蛮紧张这个的。没有，我觉得大家来看今天这个节目也是主要是想要听一些爆眼。可是我会怕啊，像我自己在我的台，我讲话我都尽量小心一点。我连我坐在我自己的台，我都很怕我爆眼。就虽然不红，但是别这么说，还是会怕演上。啊，对，等一下那个楚林如果说了什么话哈，那是他说的。那个叫什么？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好过分！太过分了！我决定我不要拿奶茶了。完蛋了，他等一下把我的脚拔下来了。等一下，我的火嘞，我的火焰嘞。你有火焰哦。对，你要把这个台烧了。这火焰在外面。哈哈。你需要我把你移进来一点吗？哇，好酷哦！我们动作一样哎。对啊。哇，我还有就是把火拿掉的版本。哦。然后，对，然后我就可以拿东西，像你一样。太好了，我好像平常没什么在拿东西。对啊，为什么你那个手会做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了，没有，就是就是理解吧。我觉得去到别人家就是要注意别人家的风气还有规则，这样啊，这是应该最基本的。嗯，有道理，有道理。对啊，然后像什么准时，那就不用讲了。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准时，对，我觉得那就没有什么好讲。但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要遵守规矩，这样。嗯，哇，你觉得准时不用特别讲吗？就是这，我觉得很基本啊。你在日常生活中跟朋友约，或是你要上班、上课，或是干嘛，都准时，都是必须要，都是最基本的条件吧。所以这好像不是在联动才要注意的事情。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啦，只是我觉得，不要讲太多。大家都会第一个讲。哦，好啦，也没有不能。我其实在别的地方有偷讲过，就是之前有跟其他人约合作，结果人家超不准时的，我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就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基本礼仪，而不是联动的礼仪。哎，对对对，真的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真的。对，所以我觉得你在问我联动，我就好像就不会。不过有些人真的是。他在整个日常生活中，他的每日生活，他就是没有在管迟不迟到的。我现在发现这种人也蛮多的。然后，没错，对这一类的人也会成为 VTuber， 所以就可以先有心理建设了。对啊，那像这种人，可能下次就不会约他联动了。啊，对啊，没办法，因为当然每个人来当 VTuber 的理由跟动机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想来玩，或是有一点就是交友性质这样子，但有些人是真的当成一个自媒体或者当成一个品牌在经营的，比如说我甚至是把工作辞了来专心弄频道，我就会觉得可以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吗？我的时间也蛮贵的，听起来好摆架子哦，那讲白就是这样子啊。天哪，所以你现在是全职？有在接案啦，但是我想说来冲刺一下收益化，所以暂时就是接比较少，对，就是大部分都不接了。想说等之后穷到真的怕了，再继续接案好了。对，好，比较浪漫主义一点，比较没有觉得好，就是下一敢干嘛就干嘛的这种感觉。想说趁年轻啦，就真好。谢谢。我必须待在办公室里面。我觉得就是选择不同啊，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承受这种风险的，所以每个人的选择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我真的觉得，同时又要上班又要一边经营频道，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我没有在经营了。对，我之前有在打工的时候，我频道也是没什么在经营，我觉得那个没办法。我觉得没办法。我突然发现你们这边是没有特别在跟观众打招呼是吗？其实平常我自己开台的时候有，不过最近因为开了很多深 V 话题转盘，然后好像就是我觉得在联动的时候难免会比较难真的逐一去跟观众打招呼，不过好像可以，而且今天有蛮多初见朋友，那我们来打招呼吧。我平常好突然，但是来吧。对啊，我平常就是唐突系的，我想是没什么问题。没问题。好，还以为是全台语聊天台，所以不敢台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用台语聊天嘛。会使啊。你会使哦，你真正会使好水。王伯伯暗暗欢迎。我讲一句2就会使。你还跟他讲一句？我刚才会晓讲他多迄个2，你就感觉会使，安尼敢袂伤冒险？无啊，我看你刚刚讲应该就是无问题啊。安尼要用台语甲大家拍招呼。会使。安尼把你暗暗欢迎。还有阿姐鸟味果水准备，伊拖着去车上，还有三处风，还有你敢知影秋葵的台语安怎讲？我唔知。有人讲羊角豆。因为迄个形做成迄个羊的角，羊角豆，嘿。照这个想法，毋就做这物件拢叫做羊角豆。其实你是要讲迄嘛会使叫做阿火的角的豆，
真的形状形状同款的救人哦。嘿啊，香蕉嘛会使或者羊角豆。有影，迄毋是刀呢，迄毋是刀呢，羊角蕉哦。耶！哦，嘛有讲味道，那就嘛有讲黏豆，因为伊会黏黏。哦，纳豆嘞？纳豆我毋知，我无读册。我爱看书店呢，我查一下好了。你真正要全部讲台语哦，真好。会拍干，无法度讲伤久。无啊，讲了袂歹呢。那哦，你谦虚。我真紧张，雄雄讲要讲台语。我看，哦，纳豆有讲纳豆呢，直接叫读纳豆，你是毋是还有一个节目是拢讲台语的？有，好，迄你一定爱来。若拄着迄袂晓讲台语的，毋过上迄边啦。我是想讲会报名，应该拢是感觉家己会晓讲的。无想讲找一个我袂晓讲的来。我拢相信大家。我嘛是会使啊，迄阵来就是豆豆2嘛是 OK 嘛是 OK。毋过迄种我都无法度参加，我敢若无迄种资格。无可能，你已经你头拄你全部拢逐句拢有讲台语。袂晓讲的迄种啦，迄种效果我都做袂出来。啊，袂要紧，就是无一定爱全部拢袂晓讲。你会使负责做迄较敖讲的。安尼，阮要用台语来转后一题。毋过我敢有讲着，我感觉有啥物？无呢，你甲拄讲到迄彼得的迄个人尔。是，我想看卖彼得以外，其实有一寡，我想看卖。礼数要安怎讲？因为有诶是我会要求我家己，毋过我袂去要求别人诶。我毋知影这敢有算。毋过确实我是感觉，若是无虽然甲大家讲吼，就是我真正无传迄个 rundown 互厝人，真正无嘿。毋过我是感觉若是找迄较无熟诶。尤其是完全毋捌讲过话，可能人嘛毋知影我是啥诶。若是即种情形，是一定爱准备迄个气话书，对。如果是对，就是我有在找一些跟我那个流量差很多的朋友。对，我有跟大家说过，我没来管的，反正寄 email 不用钱。但是如果人家可能不认识我。而且真的是没讲过话，就会觉得好像要准备个企划书是算是礼貌的一部分。对，无人可能唔知影你要创啥。我上开始嘛是，就干啦等一句问，毋过我是感觉应该算是有熟悉，我才会直接问，叫去用记住了。我就想讲安尼袂使，我感觉真正会，就算无甲寄 email， 至少爱写一个完整的流程。对方知影阮今日想要创啥，目的是啥呢？嘛是，就是我无传迄个企划书互厝人，是因为我感觉我家己甲你邀请的时阵，我所讲的话是，若准是我家己看到，我应该嘛会当知影我要创啥，对。主要是迄间我家己来讨的吧。你是讲野个嘛是家己讨的，敢是安尼？嘿啊，我就讲，我嘛想要来，你就好啊，无你来啊，其实就毋免够特别有计划书啊。就是讲毋免遐正式的对啊。嘿啊，就已经讲好，算是已经讲好啊。嘛是。我是想着我足爱看一寡台文的迄个算光图。那有通好委屈野个家己讨的，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应该毋是。野个是安尼写哦。系啊。袂歹。这。后摆看到就知啊。若敢若看这两个，佫真正毋知影这野个。
压给都是你真正有一个给啊压的，嘿，哦，太好了，我可以传这些梗图骚扰你了。你也在叨叨看叨叨。但是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我那个 DC 的通知都跳不出来，所以有可能会过2-3天才看到。不是，它就是不会跳在我的平板上。哦，你平常用平板比较多。我要点进去，我才会看到这样子。哦，然后我可能会2-3天才看到。没关系，没关系，只要那个有约联动，有记得时间，没有迟到就不是问题。好臭。没有啊，哪有？虽然我不知道对方是谁啊，也不用告诉我是谁。没有啊，就是有最好人，可能不止一个人啊，真的假的？伤透了我的心，真的，天哪，真的不止一个人，好可怕哦！我到现在还其实真没有遇过哦，没关系，没关系。这种时候呢，我就会拿出这张图来提醒我自己，给卡蒂特的干不是。很好用，好好笑。好，下一题我们还用台语聊吗？我是蛮喜欢的，但是怕你有压力，还是你觉得其实还好？好像可以讲蛮正常，但是遇到有一些词会卡住的时候，会怎么办？我现在到底要不要用中文讲出来这样子？可以啊，我觉得没差。就像我跟我爸讲话，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都会就一直卡在那边，一直重复前一个句子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下一个词讲不出来了。哇，所以你是宁愿讲不出来，也不要就是切成中文哦。有一点我在讲台语的时候会这样，就是我会希望我可以找到这个词它的讲法，或者是代替的讲法，或者是解释的讲法，这样。哦，很赞耶！就是有时候，至少我之前在学英文还没有很好的时候，也是，就是讲不出那个词，就试着用别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算是。你是说在饭店遇到老鼠的时候，问店员问那个？Do you know Tom and Jerry？ 是不是？Jerry is here。对，超好笑的。那个真的好笑，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正确的示范，就是在你学语言的过程中，真的听得懂的话就 OK， 然后也有训练到。对，我觉得逻辑也很快。虽然它是一个笑话，但是仔细形容的时候，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寓教于乐，笑完之后发现很赞。对，没错。哇，好。我发现我们开播前忘记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聊天室的留言可以随便剪哦。可以当自己讲。因为我还真的就是想说，你好像比较专注在聊天，我就一直跳着看。因为我自己平常看来习惯是基本上，我讲完一段话，我就会把留言全部回一遍这样子。可以啊，反正就是除了密码不能给你，还有不能被编台之外，就是真的可以当自己讲。好，没问题。我会因为有时候就是想要聊的话题比较多的话，会怕时间不够，所以我应该不会逐条回，然后我会挑一些我特别有想法的。我想要回一下秋葵的，有没有直接被放鸽子？有啊，怎样算放鸽子啊？比如说，刚从还没出现吧？你觉得在几分？比如说我跟楚林约8点，那你觉得在几点几分讲算是放鸽子？8点吗？没错，我觉得2个小时吧。你说8点前2个小时？对，就是你可能要6点左右，你要最晚6点要说我今天可能没办法，不然的话就会有点过分。真的，就是你要给人家应变的时间呢，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对啊，而且8点这个时间，假设我6点告诉你，那你就可以你可以完整的重新安排你整个晚上时间。可是如果说我7点半才告诉你，你现在去做什么都不对了呢？对，就是这样。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应该2个小时。我觉得看是什么事情啊，但是假设我们今天是联动的话，我觉得应该2个小时。好，那我要回答秋葵的问题，有没有被放鸽子？那应该就没有，因为我跟人家约8点到8点半录影，然后8点半跟我说抱歉。那
那就是放鸽子不是吗？我应该要收个空棚费。就如果大家有约摄影，就是你那个约了场地里面人没有到的话，会收一个空棚费，我觉得非常合理。对啊，是的。对啊，那8点半，那这样就是放鸽子了不是吗？我觉得这比放鸽子过分耶，我觉得放鸽子是要，就是在你还有时间应变的时候先跟你说。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连鸽子都不放了。哦，这个叫放。可是没有出现，那也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临时取消到完全没有出现，全部都算放鸽子哎。哦 ，OK， 对，那可能我这样觉得啦。我比较啰嗦，就是我有分放鸽子还是有放的，然后另一个叫做放推，放给他烂，那个更烂一点。对，放鸽子就是完全没来啊，没来就算吗？对，对啊，就是我觉得临时取消也算是一种放鸽子啊，就是我的标准再更高一点，临时取消到你完全没有出现那个，全部都算放鸽子。对啊。好，台语真的看得听得懂，但看不懂。我也是，我对台文很那个啊。如果等一下那个你有想要看，但是没办法看懂，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直接念给你听。哦，我应该还是看得懂，但会看得很吃力。好，没问题。我基本上我好像都看得懂，但是就会花一点时间，我都会想办法看懂，把它念完，然后看我能接收多少这样子，像我在看日文、看英文一样，我就尽量把它看很痛苦的看完，然后好，我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一开始肯定不熟悉，我看日文也是会，就是看汉字猜意思，对，这是必经的。没事，反正你很想知道又懒得看完，可以跟我说。好，没问题。OK， 那我们现在是下一题了吗？好啊，我们回到下一题好了。所以我们用中文吗？好，我们随意。我觉得还是这样比较熟悉，比较自然。好，请问你觉得怎样算是成功的人生呢？怎样算是成功的人生？我觉得在掌控之内就是成功的人生吧。那掌控，怎样算是掌控？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做计划，就我做好了，我不一定要照着计划走或是怎样，但至少我知道我能够预测说我接下来我是想要往哪个方向的，然后我知道我有没有朝着那个方向，就是就算它不如我预期，但至少我知道它不如我预期，那这样还是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算是成功的。这样哦，有意思耶，有意思。对啊，假设我今天就是假设我今天我现在2.0，然后我的目标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做了很多计划，我固定哪一天要开什么台，几点开，然后要走什么模式，我都定好了。然后，但我出道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照我的计划走。那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照我的计划走，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照我的计划走。那我没有办法照我的计划走之后，我下一步要怎么修改我的计划？那我现在没有办法照着我原本的去经营，但我还是有在开台。那这就是我的 Plan B， 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这样，对，它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的处龄还在我的掌控之中，那这样我处龄对我来说就是成功的。哦，哇，好强哦！就是你准备计划的同时，你居然还有 Plan B， 就也不是就是随时修正啊。我知道我原本的计划它没有办法进行了，那我现在要怎么？我是要原本的计划去调整修正，还是我直接打掉做第二个计划这样子？就我只要能够做得好，然后就是在改计划的过程中我能够做得好，这样就算在我掌控之中了，那就成功了。对，每一件事情我都有办法，他就算不照计划，我也有办法去修正它，或者是换别条路走，这样就成功了。有道理，好强哦！我其实也蛮喜欢做计划的，但我也的确常常没有照着计划走。太难了啦！的确，因为就是计划不是用来执行的。我以为是要说什么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结果是直接就没有要拿来执行。他就是给你一个标准、一个标杆这样，但是你不是照着不是照着标准才是唯一的路。你只是你有一个标准，你才会知道自己偏离多少这样。我觉得楚云讲的好，就是即便没有办法完全照着计划走，但是没有计划会更糟。我好负面哦，就是
对，就至少你会知道你偏离你理想中的那叫什么呢？反正你会知道你偏离你的理想状态多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对，有道理耶。偏离多远是要修正回去，还是就直接换条路？然后要修正回去的话，有没有办法修正回去？会不会太困难？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个标准，就这些事情就都做得到。真的耶，如果没有计划的话，你就完全无从开始改变现状吧。没错，像有一阵子真的是完全没有，真的每天醒来就怎么还没死？天哪！对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标准在哪里的时候，真的对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正，就你知道现在这样子不对，但是你不知道哪里才是对的，对，好困难哦。哇，如果大家有相似的困扰的话，我觉得其实记录跟做计划这两件事情非常有用，包含经济上也是，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钱为什么都不见了，那你可以记账，然后你可以做计划。我超爱记账，但我从来不在乎，我从来不会被记账影响到我到底还有多少钱可以，就是我的那个消费的内容嘛，就是我知道我花了很多钱，就因为我记嘛，所以我现在知道我这个地方超支了，它超过我能够花的预算，或者是我超过我的能力了，但我就看着它没关系，再花一笔这样。不是你钱不够，你从哪里来的钱？不能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蛮会花钱的我就是总是能够在我觉得我好像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又有了一笔钱，这样子就发现我还有钱可以花，这样好赞哦，好幸运哦。就是好像每次遇到，我每次都觉得好像这次真的不行了的时候，又救活了。太好了，又多活了一天。没错，超神奇的我就是一个。所以你记只是为了享受记账的过程。对，我就真的非常喜欢做计划记录，就是对过去的记录跟未来的计划，我都非常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资料全部堆叠在一起之后的结果，看了就有那种开心，就是一种累积起来的感觉。像我会写日记之类的，然后但它不会影响我接下来要做任何事情。好像也蛮自由的。对，没错。但至少我知道我真的花了太多的钱啦，就是记账来说，就知道，但是就是知道了。对，我知道我偏离了我原本的预算多少，我对这件事情是有底的。好，还在我的掌控之中。OK。所以只要没失控就算成功的人生。没错，我还掌控得了，那就算成功。所以如果就是身不由己，每天必须打工还债，不然就没有下一餐，就可能没那么成功的人生。对，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了。那要控制消费耶。最近有要说好一点吗？没有。没关系，我想一下，我觉得怎样算成功的人生？我觉得其实这个定义还蛮好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标准可能都差蛮多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只要你没有偏离自己的正义吗？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有一把尺，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无尺。对，就是好烂啊。不过有点认真，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觉得哪些事情该做，然后哪些事情就是不该做。对，虽然不会拿这个，至少我自己不会拿自己心中的尺去要求别人，但是我会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去做符合我价值观的事。对，比如说，我觉得，我想要怎么举例哦？好，比如说，我觉得我就是会想要用台语做一些有趣的事，然后我想要把台语当成一个正常的语言来对待它，所以我不会去做偏离这些事，不会去偏离这个价值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一直照着我认为对的事情去做的话，我就算是成功的人生。
然后蛮容易成功的。嗯嗯，我想一下，但好像也跟就是有了目标，然后跟着目标，这样就是这样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吗？感觉对我来说还是会跟目标比较有关系，没错。对对对，就是你的成功是目标要达成啊，我的成功是有做出目标就可以了。我觉得与其说目标好像比较像愿景，我觉得目标跟愿景的差别是，目标是比较明确可实现的。比如说我的目标是，比如说做一个有讲台语的 VTuber， 然后有收益化，比如说目标是这样，对，那就是一个可达成的目标。然后这个达成之后，我会自己生出新的目标来，所以永远没有做完的那一天。那为什么会一直生出新的目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愿景，然后我觉得愿景这种东西应该是一个人一辈子内通常做不完的，才叫做愿景。比如说我的愿景就是希望有人可以一辈子都全部只讲台语就能过生活，但现在很明显蛮困难的，但我希望我可以出一些力去完成，就是让这件事情变得可以实现了。就是比如说什么，讲台语也不是只要吃饭睡觉就好啊，讲台语的人也想看剧嘛，也想要看 VTuber 嘛，所以就好像会需要有全台语的娱乐内容，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就在这方面多做一点，我觉得有点类似这样子。对，好复杂，我觉得我把问题变复杂。不会，我觉得你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我觉得你的问题都是这个类型的。的确，真的要，对，要认真的对待的题目。对啊，我想说让大家听点有营养的，不然我平常自己开台都没什么营养。不会啦，没错，就算没有营养，也是朝着你的目标。哇，讲得太好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做台语相关的内容也是要提供一点没营养的纯娱乐。请相信我，我一定不是因为像刚刚那张梗图，对，把它拿出来。好，再把它拿出来，我看有没有别张。它其实是一系列的，我选一下很多都很喜欢呢。这个我超喜欢这个的，我都跪落来啊，不然你要安怎嘛？这个表情超赞，超好笑，好欠扁哦。对啊，这样子就是没营养的东西，但是的确，对，它就是在你的目标上，没错。对，那你有自己做过台语的梗图吗？一点点，这是你做的？没有，这个是偷来的。我自己做的我有拿外国的来翻译啦。对，然后我蛮喜欢这一张的，虽然稍微粗俗了一点。对，这个胜利水林北兴这边这个也很好用。我觉得“兴”这个字很赞诶，我觉得用“兴”这个字超赞的。有那个跪靠哈。对，没错。寓教于乐。我觉得超赞的。对啊，我就想说，如果请说。没有啊，我只是还想看别的。好，那我再翻一下。你可以一边找一边讲。我只是觉得，就是如果做一堆影片，全部都是很认真的教学的话，因为毕竟大家来花 YouTube 还是想要一些开心好玩的东西。对，没错。所以就我觉得要翻成台语，然后你那个用词要很精准。真的。然后那个味道才会出来，超赞的。对，然后我还有偷到一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我偷来的，这个我也很喜欢。碎啊，烧掉了！真的，这个超可爱，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那个好棒3件。碎啊，超好笑。那个 quick call 真的有，对，超好笑。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嘞？这个真的会学到东西，这个过K。恁做嘛就是要看喙骨分析。贵 K 是对，反正他死定了是不是？来唐突台语小教室。贵 K 算是台语叫给 K 拉维中文其实就叫歇后语，就是他只讲了前半，但是他还有后半。对安怎不是上面好做贵 K 就是咱人若是要过 K 的时阵，咱爱撩对。撩对，就是你要用脚跨进去那个溪里面，所以撩 K， 伊会收水，伊唔免用撩的，
所以过去就是无聊，哦，他不用聊，对，哦，他直接过，所以叫无聊，很难吧？很难吧？好酷哦，好酷哎，真的很少用到哎，对无聊，对，这个有点偏难，有点偏难，这真的是寓教于乐，对，这很酷，这很酷，好笑。好，然后有人要那个做生日，有那个也有翻哦，跟他几个做生日，这个超可爱。做谁用走感觉就很有辈分是比较长辈会这样讲，是不是？就是因为做感觉就比较盛大，比较隆重，就好像不是一般的庆祝的感觉。用到做的话，感觉就比较像有到要办宴会的那种程度，不是 party 而已，是晚宴的那种程度。哦，办个红红更更这样子，对对对，通常不是在讲这个。我乱讲话，喂，那个是要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对呀、爆言了，爆言了。还好，这还好吧？这是要讲一点没营养的啦。赞啊！是的。他那个名字要怎么念啊？你说那个生日快乐那个说生日快乐那个，我都叫他 Juby 耶，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哦，好。如果不对，他应该会纠正我。耶，Juby 生日快乐耶！虽然他没有生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耶！生日快乐！没有，我跟你说，通常我跟那个英文的观众说，如果我叫错，你可以纠正我，他们都不理我。哇，怎么这样？他们都不理我，我不知道他们是已经关掉了还是怎样，反正他们都不理我。说不定你都念对啊，就觉得不用纠正，不是在讲我。是这样吧？是这样吧？肯定的吧？肯定的吧？好吧，那我就当做是这样了。猫猫卡爱跟三次方好像都没有很喜欢成功这个词感觉成功比较打分数或者是资本主义其实好像有一点就是比较极端，所以我才会觉得应该用更低的标准来去定义，或许比较不会才不会觉得成功好像太严肃。我觉得的确蛮常听到，就是成功这个，就拿来讲说谁很成功的时候，的确很常会听到这个词被拿来用的时候，都是在讲一个比较资本主义或者是功利主义的定义。但我觉得这个词好像不一定只能有这种角度的定义啦。对，就是的确。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可以翻转一下，就是何谓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有做到你想做的事。我觉得你有在死掉之前做到够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就算蛮成功的。就像那个写小时候写长大后的梦想，写快乐，那个太难了。那个是一样的意思。我就觉得，对啊，就是不用想的那么复杂。的确。好烦哦。我们可以对，好，就这样，没错。好，对，总之那个真好难。很多人认为成功的人生可能都要买车买房，我是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想要用那个定义的人自己去。你的目标里面如果有的话，它才会对你来说是成功事情。如果你的目标里面没有的话，那就跟你没有关系。的确，对，虽然人还是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啦，但是我不知道，我没跟。不要要求我，你自己想要买车买房，你自己想就是之前会有那个长辈偷凑长辈时间，就会有长辈问我说，为什么那时候不读医学系？我想说你不会自己去读哦，你觉得那样很成功，你就去没？你考得上你就可以念啊，关我屁事。超好笑，好凶哦！想到就还是要骂一下。好，推荐给大家。这个人生非常好用的2句话，关你屁事，还有关我屁事，关我屁事，真的人生格言，真的太好用了，没错。好，我们来吧。好，还会有什么嘞？哇，好像会臭到人，我不知道啦。我们就结论来说，有。你觉得有？好，我觉得有。而且我个人也蛮反感文创这个东西，我现在是基本上看到文创我是跳过。真的你看有人自称文创作者之类的，你就会直接跳过他。基本上我是跳过的，就是也不没有他就是
一个人、两个人，对啊，我也不一定啊，反正我就跳过。哦，就基本上，他如果有特别强调，我基本上我就会跳过，我不会用这个词当做，就我不会去特别搜寻这个主题的东西，就是我不会讨厌文创的创作者，但是就是假设他们的作品我如果看到，我也可能如果有喜欢就有喜欢，但是我不会特别喜欢这个族群，或者是如果他特别使用了这个词来强调他的作品，然后我可能就会跳过。啊，哦，怎么办？我真的要抱怨，这个是所有题目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我也是这样想，我才把它放进转盘里的。我感觉你会有话说，对。为什么会觉得我有话说？哪一点让你觉得？感觉就是好啦，我也不先说别人，我也先说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也是会对这个词有一点想法的人，我就觉得感觉楚玲好像也会有点想法，有半通灵啦，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很熟。对，所以我想对我觉得很好奇是哪一点让你觉得我会会对这个有共鸣？对，我们没有，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没有聊过这么深入的话题，但是就是我们的那个 Discord 对话就是互包，疯狂的互包，真的非常的有礼貌，跪在地上的那一种。字怎么这么好看？太谢谢了，我又蹭到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你的台语真的很好听，真的就是这样，包到要跪在地上。这就是那个网络礼节。没错，但我是说真的，我是说真的。哇，我觉得这个我蛮有那叫什么同感的，就是好要抽人了，我一定会抽到人，没办法。害怕没事，我们不红，不会有人知道的。知道了就只好说黑红也是红。我是说那个啦，转盘是黑色跟红色啦，黑红啦，黑红。啊，原来有这层意义。你看我转盘都先想好了，这就是在计划之内啊。好，你请说。好，哇，秋葵说文创这个字怎么定义？我觉得最一开始的定义就是文化创意嘛，就是有做文化相关的，然后要用到创意做出来的东西。但是现在的人不知道创意都在哪里。我原本没有想要这么说的，不是我说。我是想说、好，我自己讲我自己好了啦，请说。就是我自己，离我最近的当然就是手写字这件事情嘛，因为我写字也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要经营手写字的账号，然后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有在写手写字的人，然后大家就千篇一律的，就是他们写的字之后就会开始出小贴纸、胸章、明信片，然后那你有出吗？我当然是没有啊。然后不就是大家都会拿来卖，摆摊或者是网络上卖吗？对，我觉得如果你是跟人家就是你写的字，然后去跟人家合作，例如说像我现在在帮他写字幕一样去合作的话，我觉得还好，至少是厂商我觉得这还好。可是你自己写那个，然后拿去卖，有时候甚至就是其实你去逛超市，你就很常看到那些字，他们真的就是写一些很没有营养的内容在卖。我觉得写明信片，写字的风景明信片，我还可以，这是我可以接受的最极限的手写字文创商品。再多的我都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那个。你说的没营养是像怎么样啊？像是什么写一些很正能量的语录？哦，这种厌世语录也是一样的。对，反正就是这种，然后是你字也不是你自己想，就只是写，你就 only 写啊，就想要出一个文字的内容是帮人家的之类的啊，然后量产。那对于购买的人来说，他也不认识写字的人，他也可能对于你写的字，他对写的字也不是对你的字有共鸣，反正他就是干你屁事我就买了这样。但好像蛮有市场的耶。很多你常去逛网上，你就有很多
不用到文创市集，就是那种摆摊贩那种市集啊，眷村市集啊那种，就很多他们就会卖这些东西。然后我个人就非常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做2个东西，第一个是我自己拍的照片，手写字的明信片。那我手写的字是请大家自己写，他们想要写什么，我帮他们写什么。然后我没有卖，我帮你写，因为我就是现在的观众们也都知道，我就出门，我就很喜欢突然送一些东西给大家，好酷哦！对，我就出去玩，然后我就觉得我拍的这一系列照片很漂亮，然后我就把他们那些照片一张一张 po 出来，就也没有到一张，我是 po 范例，然后就是可能让大家想你看想写什么字，然后我就把我随机挑一张明信片，写上你想要的字，然后当做明信片寄给你，这样子。这是我对于手写字这个东西能够做出来的创作的算是底线嘛？我觉得你真的要把它拿去卖钱，其实你没有那么有价值我自己觉得很严厉哦。我就觉得，对，其实你没有那么值钱，然后你把这东西拿来卖钱，我真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会开，因为像手账，我那时候有做手账，我每个月会做月历卡，那贴纸是我贴，就像贴手账那样贴纸盖印章，然后手写这个月的月历上去，然后也是送给大家，因为印章也不是我自己做的。纸胶带也不是我自己画的，我等于是把别人的东西搬到我自己的卡片上面，然后我拿去卖，你觉得这合理吗？等一下，有人会这样卖哦？我不知道，这我就不知道，好像会有，就是可能有吧，就是他们真的贴好一页手账、一页手账这样子卖，好像会有，就是卖一页手账、一页手账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是能卖的吗？对吧？我是抱着心态，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做的很漂亮，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这样而已。然后可是就很多人他们会把这东西拿去卖，我觉得真的你的东西没有那个价值，而且他们都卖的很天价。哦，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天价，我就会我个人不太接受。我比较有，而且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买回真的就是垃圾啊！哇，我这样直接。我蛮有同感的部分是，我觉得文创这个词，好，我直接回答问题，有被滥用吗？有，我觉得被滥用了，然后它很多时候就是被拿来当一个标签，而且是那些人会往自己身上贴，他可能真的，他其实没有思考过文创这2个字到底本来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文化创新还是文化创意？还是文化创作还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就是觉得文创这个词好像贴这个标签上去就可以卖很贵，然后就会做一些我比较凶的话，就是我觉得做起来没什么灵魂的事，比如说他就是像你举例的，可能就是拿别人的印章盖，然后拿别人的纸胶带贴一贴。那为什么选这个印章？为什么选这个纸胶带？他其实说不定也没想过，对，但就是对，他就只是凑一凑觉得好看，对啊，我就这样。然后我顺便在大抽特抽，就是我觉得很多那种带小朋友的什么美术课程还是什么的，都会说什么创意圈圈什么创意什么什么，然后他其实很多时候做的东西就是公式化的，就是他就是叫你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做，然后做出来，你顶多就是什么，你那个色纸可以选红色还是黄色还是蓝色啦，啊，你也只能从你就只能从这3个选一个啦，啊，你选了之后就照那个流程做完，你就会得到一个跟其他人做出来都一模一样的作品。我就想说，啊，创意在哪？创意是在哪？你直接叫他拿一支笔来随意的画都还比较有创意耶。对，我就觉得创意这个词真的是被滥用到，我觉得你使用一个词的时候，不去了解那个词是什么意思，还蛮可恶的。我讲直接，对啊，就对，你甚至也没有自己，也不是你的灵感，对，然后重点是他就卖你一些天价，重点是那个天价，就是很明显就是在那叫什么谋取暴利，对啊，他就在削你钱呢，觉得不太 OK， 真的创意真的，对啊，在哪？就觉得文创这个标签还蛮不适合往自己身上贴的，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已经被滥用到这个标签看起来不是什么很正面的标签了。对，大家看到文创就会先就像我会跳过一样，就是都会先往负面的方向去，会觉得也说不出它的内涵在哪。
而且很多文创品牌他们的故事甚至都是瞎掰的。可能叫 我没有说 ChatGPT 谁啊生一个。对对对对，现在太容易了。哈哈，是我啦，我的故事是瞎掰的。我的故事也是瞎掰的身为一个 VTuber 瞎掰一点人物的角色的故事应该很正常吧？总是要骗大家。对啊，我看起来像是死人吗？我可能比较像你知道我的人设吧？我现在是个幽灵。你也是幽灵哦。是，我是个死掉的人。好像蛮多幽灵的。对啊，因为我想要当人，但是又不想要当太普通的人，所以我现在是个幽灵。好。原来是幽灵人口吗？没错，我有没有脚的可以切换是吗？对，可以切换，我可以切，我没有脚。太酷了！什么？原来我不是宝箱怪破防？没有，宝箱怪的部分没有骗大家，是那个6岁的部分骗大家。其实我才5岁3个月。5岁。乱讲。好好笑。有什么话要趁鬼门开前啊？其实我真的完全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跟呼吸一样自然嘛。对啊。不是吧？破防，好好笑。好吧，总之这样，我们也是文创产物啊。我们帮自己想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人设，帮自己设计了一个外形，偶尔还会卖一些周边。我觉得你要认真说的话，你出周边了吗？你有出周边了吗？对，YouTuber 也是一个文创。我周边我有出吗？我出的都是怎么说？我的亲生老爸就是画我的老爸，他有做周边，然后可以直接找他买，但是我没有经手，就是直接靠老爸。所以不算我出的，因为我没有做什么贡献，我就出我的脸而已。赞，舒服，靠霸主，好。对，我觉得文创这个标签，就是你硬要说你认真讨论的话 ，VTuber 是不是文创？是，它就很符合定义。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人出来当 VTuber， 然后一直喊说自己是文创，然后他除了喊自己是文创之外，好像没有特别在干嘛的话，至少我自己就会没有会特别想，没有那么想看。对，对。我觉得你打出一个标签，然后你没有把你那个标签的特色展现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很反感。骂到我了。我的标签是台语，结果开台都没有在讲台语，完蛋了。还好吧，我觉得你已经很多了吧。我之前的那个标签是古风系，然后我出来之后我啥也不干，我连古风歌都不会唱。那你都在做什么呢？我就弹古琴，我除了古琴之外，真的是没有半点跟古琴好酷哦。你不知道会弹古琴吗？我没有听过哎。我的天哪，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的问题。没有，因为是我把这个东西放置太久了。我当初出来就是打着我会弹古琴出来的，然后就是弹古琴的古风系这样。结果会自弹自唱。大家看到古风系就会希望我会唱，就会觉得我会唱古风歌，但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唱古风歌。然后我古琴也没有弹得很好，我也很少开台弹这样。哇！然后渐渐的我就很不喜欢我自己，我觉得到底是古风在哪？然后我就开始逃避现实，然后最后决定再去死一次，然后就变这样了。原来是这样哦。对，天哪，大概是这样吧。不过，如果你可以自弹自唱，然后再加手写字的话，不是超酷的吗？但我没有办法自弹自唱啊，就对，好吧，因为我古琴也没有到弹得很好。好吧，没有谦虚，看观众在那里，他们知道我没有在谦虚，我是真的弹不好。我没有说古筝吧？我刚刚有说古筝吗？没有吧？还是我吗？是我讲错吗？我不确定。没有吧？留言也说古琴啊，我从头到尾都讲古琴啊。对啊，我会弹古琴。对了，好，就这样。总之，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称号，后来就把它拔掉了。我现在也不自称 VTuber， 因为我觉得我不像有在做 VTuber 的事情，所以我就把 VTuber 拔掉。我常发绯闻，然后就觉得大家会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在
发绯闻啊，不然你抛到河道上的网友而已，甚至不会知道我是个 VTuber。其实我有做类似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讲台语的比例真的蛮低的，所以我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把台语这个标签拔掉了。虽然不知道什么，可能蛮多人对我的印象还是跟台语比较有关系，我觉得也不错，我觉得也不错。你还是有在做啊，你还是有在做啊，而且蛮不少的吧，所以我觉得不会啊，你这个标签不贴在你身上，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好吧，那是我可能标准比较高，想要多做一点，努力一下。我觉得会对这个题目有意见的人，通常都对自己这个定义的标准蛮高的。是没错，就是对，所以我们才会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们才会臭到人，因为拿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顺便要求别人。对，会啦，要求自己不够，还要要求别人。好好笑。大概是这个感觉。文化结合的创作也能叫文创吧，比如说国外印第安文化跟台湾本土文化结合，然后同时也要理解对方文化渊源，我觉得算啊，我觉得这个算啊，这很有趣耶。没错。对，我们对。我们反对的不是文创这个词，而是文创滥用这件事情。对，就是滥用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其实没有在做真的是很文创的事，但是你就是硬要蹭这个标签，然后你把这个标签搞臭了，我就觉得不太对。就像你都不画画，只会生 AI 图，但自称绘师，我觉得这是一样的行为。这个太贴切了，好臭。对，但对。你看，秋葵说推特看到你都是台语，所以一开始才会不敢点进来。以前比较多啦，以前是发很多台文啦，现在是都会比较愿意用中文了，不然都没有人点进来。真的。不会，我觉得还好啦，就还是有受众啊。少来，有个会画 fan art 的在说自己不会画画，好啊，没关系啊。会画画的都说自己不会画画，这件事听多了。哇，欧拉夫也不敢自称绘师，这就是那个亲爹啦。啊！我这个帅脸就是他画的，他不敢自称绘师是怎样？我觉得好像就只有画画就是绘师会有这种情况，其他人好像其他圈子好像都还好，但是绘师最严重，就是对。就对，越不会画，越会画的人越会说自己不会画画。可是，在别的创作上，你好像就是他们不管是厉害还是不厉害，都不会特别强调说自己会不会。可是绘师特别会强调自己真的不会，好像有这种感觉吧。不过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就是你的能力真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不足。可是别的领域的能力到那个地方的人，好像不太会特别去讲这件事情。好像虽然我也都说我台语其实不怎么样啦，因为我自己也会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其实是没有很透彻，然后其实不会的。对，所以我其实也蛮常说我台语没有很好，因为很多时候是我的观众台语比我好，他们会纠正我。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能力直到一个程度，就会知道什么叫谦虚。但这件事情好像在绘师上比较会发生，很严重。对，真的觉得，像我有非常喜欢的绘师，我心目中第一名的绘师，他就很严重到我有时候他话讲出来，我会觉得那。所以你现在是觉得我喜欢你的话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吗？的那个程度，就有点严重，真的严重到那个程度。上次的深 V 也有聊到一点类似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谦虚过头，也可能也不是算谦虚，就是为了想要谦虚，或是真的自己觉得不够好，讲出来的话，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就是所以你是觉得我的眼光有问题是吗？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着欣然接受称赞啦。对，不用屁股翘起来，但是至少就是谢谢的结束话题就好了。对，就虽然我说我台语没有到很好，我还是觉得比蛮多人好的，这我接受。没错，确实，我觉得会看台文、会写台文，就真的是已经 PR99了。有到99吗？我是不知道啦，我是没有。我觉得会写台文跟会看台文，也许8、9应该有了，8、90应该有。毕竟会的人是真的蛮少的。对啊。那你会想学台文吗？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想是想，但是他还没有到我有动力
就是我今天要把台文学好，还没有这个动力，哦就他在清单里面，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他。我有同感，我有同感。我也是很想学客语跟族语，但是我蛮确定我现在的时间不会去做这些事的。有时候还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时间到哪里。没错，这就是有计划，但是你知道，真的，这样就在你的掌控之内啦，你成功啦，对吧？真的，就是我的计划里面就是没有包含学客语，所以我没学，我也不会觉得我偏离自己的计划。真的。对，然后那就在你的掌控之内了嘛。哇，讲得太好了。那我们来转下一题，这样人生就轻松了。好。哇，好深奥哦！你觉得何谓勇气？我觉得这好难哦。想的跟做的一样就是勇气吧？想的跟做的一样，做的跟想的一样，做的跟想的一样。有一些例子，但你不要做坏事。不过做坏事也是需要勇气啦，但不要这样。是没错，但我们不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先不讨论。合理。对啊，就是就像我想要参加街访，我要怎么去执行，让我可以参加街访？我要跨出那一步，然后我做出来的结果跟我想要的，就是我最后终于参加到街访，然后这跟我当初我想要参加街访是一致的，这个过程就是勇气吗？就是你愿意为了你想做的事去采取行动吗？对。不一定要很冒险，但是对，可以，对，不一定是必须要冒险，但是你能够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算是吧。的话，先打招呼好了。欧拉夫晚安，还有荣利晚安。希望我没有遗漏谁。应该是没有。有的话可以抗议。好，然后我自己觉得好像我还会再想到的是勇气。有时候我觉得勇气通常是你做你想要做的事，然后你可能会需要为此去抵抗一些你觉得不那么舒服的感受，不一定是真的很恐怖。就比如说不一定是你做这件事情可能会被打，但也许比如说社恐的人好了，就是你跟人家开口讲话，你会需要勇气嘛？因为如果对方也不一定要对方怎么样，就是你主动开口这件事情，就是蛮不舒服的一件事。可能对有些人是这样。对，我觉得你愿意为了你真正想做的事去抵抗这一些感受，我觉得就是勇气。没错。比如说跟喜欢的人告白，你可能会怕那个尴尬，你抵抗这个尴尬，就是一个勇气的表现。没错，应该吧。跟惠师说哪里要改也很需要勇气。对啊，真的。我是一个就是惠师基本上拿什么给我，我90%都会说好的人。真的委托了猫，然后他画出来像老虎也没关系。那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就是我不会太计较很多事，我很常会觉得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好，所以他才会画成这个样子。那可能是我的错，那我就反正这张图虽然跟我想的不一样，但也没有不好，那我就接受了这张图。我在面对会是真是超没有勇气。可能也是看你觉得哪些事情特别重要吧。你真的觉得重要的事，你就会为此生出勇气。但我就有时候可能久了就会觉得我当初应该改，然后就会后悔。哇，对啊。伊藤绿茶觉得勇气是考虑到对自己来说风险大到平常不会去做，但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利益或是目的或是大爱，或者不是对自己来说，或者是对自己来说不能享用的目标而去承担大风险。有道理耶。比如说如果对抗政府的体制会导致你的生命消失，但是你的后代可以享有言论自由的话，那这个言论自由可能就不是你享受到的，
做这件事情确实蛮需要勇气，有道理，有道理。好难哦。对，这是蛮深的啦，但我觉得这个例子还蛮，可能大家都可以蛮有共鸣的吧，就是真的是为了一个真正想达到的事情，然后去可能抵抗，比如说我觉得人如果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应该都还是会感到恐惧的，但是他可以为了真的想做到的事情去，算是对抗那个恐惧吗？或是就是忽视那个恐惧，然后去做出一些牺牲，那确实是一个勇气的展现。但我觉得邀约联动也是需要勇气的，不一定要是那么大爱的事情。勇气真的是很难，我觉得大事也可以有，小事也可以有。对对对对，你要突破自己犹豫的那一道墙，应该就是只要你跨过去，那就是勇气。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候觉得转盘很像辅导课会出现的学习单，我们请问来宾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要说辅导课嘛，是有点像，但是我觉得就是题目都很哲学啊，真的很哲学。对，我觉得我的题目也是有不同类型的，有一些就真的是比较可能探索心灵嘛，对，像是何谓勇气、这种可能蛮像辅导课的啊。但是有一些也是比较辛辣的，比如说你觉得文创有没有被滥用？我觉得辅导课好像不会有这个。辅导课，对，但是确实一部分可能真的有时候蛮像辅导课的。好好笑哦。希望大家有被疗愈到，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你是说文创的部分吗？你是说帮忙痛骂了，觉得很疗愈吗？我觉得也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对，好好笑哦。真的有感觉到蛮多人就是喜欢看我们痛骂。对，但有些话还是不适合在直播上讲，我们等一下结束再偷偷讲。太好了，又可以偷臭了。天啊！我觉得不会。你觉得道德标准高的人笑点不会比较高？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例子吗？这是在指地狱梗笑不笑出来的意思吗？对，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其实主要就是想到一些地狱梗。我觉得地狱梗不代表笑点高低，所以道德标准跟笑点没有，应该不是就是对，道德标准应该不是影响到笑点，是影响到他看地狱梗会不会笑。OK， 他可以在其他地方笑点很低。对，但不见，而且有的地狱梗也不见得笑点很低。的确有一些是，是没错，是没错。我觉得地狱梗也是很难一刀切，说哪一些笑点是地狱梗，哪一些不是的。那你觉得耶稣跟路易16有什么不一样？是地狱梗吗？等一下，我忘记有什么不一样了。一个是主，一个是王号。对，我觉得算啊，我觉得算啊，你觉得很好笑？可是这个我觉得很好笑。那这个的笑点是高还是低？我觉得有点高，因为真的要想一下。对啊，那道德标准高的人，听到这个会笑出来，是因为笑点高低，还是他是地狱梗，还是不是地狱梗？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笑点其实有时候，好啦，虽然问题是我自己提的，但是我觉得笑点有时候也蛮难直接说高或低的，有时候也是需要对一下电波，就是对啊，有一些类型的笑话，就是特定的人会觉得好笑，对，比如说恐男笑话，可能我跟我的观众会笑，那普通有一些男生可能就觉得不好笑。那道德标准高的人，如果因为主跟王的笑话笑出来的话，那好像也不是因为他们笑点高低的问题。我不知道就对啊，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不是这个问题。不过我自己是觉得，
道德标准高，或者是因为我觉得我想想怎么说。我觉得伊藤绿茶说的有一点，我好像有看过类似的说法，就是幽默的同时，可能是必须要去损一些事情，才有办法达成幽默效果。好像有类似这样的理论，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幽默或是一些笑话都是关于冒犯，那这个冒犯有多容易冒犯到人？我觉得如果是文化敏感度高的人，或是道德标准高的人，就可能比较会觉得被冒犯，然后就不会觉得好笑。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讲一些什么客家笑话，比如说什么为什么客家人都不讲笑话，因为他把笑话省起来。有些人会觉得好笑，但我自己不会，我自己完全没办法。对，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种本土语言或者是一些台湾的族群的这一类的刻板印象的笑话，我是比较。我对这方面比较有意见，所以这种东西我不会觉得好笑。但是那这样子，就是以这个标准来说，道德标准高的人，他们会笑出来的笑话，反而是笑点比较低的。我觉得有可能哦，就是可能不是说高低，其实可能不是说高低，可能他们会笑出来是无关于道德的类型的问题。对，就是例如说有一个人叫小蔡，然后被端走，然后可能道德标准高的人会笑很久这样。但是这个笑话笑点很低，然后他也没有冒犯到任何人啊！我有同感，除了小蔡之外，应该是没有冒犯到任何人。对，还有那个什么，你知道什么东西就是红红的，然后就是吃进嘴巴对你的牙齿不太好？砖头。对，这种我超爱的。对，这个笑点超低的，好吗？对，这笑点很低，但是因为他没有冒犯到任何人，那如果说是以道德标准高的人，他们会因为这个笑话冒犯到了别人而笑不出来的话，那反而这种没有冒犯到任何人，然后笑点又很低的笑话，反而会戳到他们笑点，那好像就反过来了。我觉得是太好了！我觉得我被夸奖道德标准很高了，因为我就是只会笑这种超烂笑话。对，我就只是纯粹笑点低，我任何笑话我都能笑，我就是纯粹笑点低。我听过一个笑话，我真的是我没有在管那个笑话它有没有地域，有没有种族歧视，有没有，但基本上我好像只有黄色笑话比较笑不出来，其他的，但是黄色笑话好像一半一半，就是有一些它没有影射某一个族群的那一种黄色笑话，可能可以，有道理。然后有一些它很明显，它就是这个黄腔一定要开在你身上，或者是开在周围的人身上，或者是开在某个特定的人身上，某个特定的族群身上的那种，我会比较笑不出来。那一般有点黄，但是可能没有在针对任何人那种，我可能就会笑。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好像所有笑话都笑得出来，所以我就是纯粹笑点低而已。太好了，好好笑，我觉得很常看。最近有一个影片是挑战不能笑，然后连就是不能笑的等级，猛男级的那个，然后那影片是一个吐司，然后倒下来，那个然后我真的笑到不行，我笑到不行，我真的笑到不行。就我不知道，它有一个莫名的魔力耶，为什么？对，然后我就是一边点开留言，然后就是看着留言的每一个人都在笑，然后我还是笑得不停。太好了，那你很常得到快乐哎。就是笑点低，我真的是纯粹笑点低而已。哇，太好笑。有人想要问无关的问题也可以啊，可以问。然后我觉得秋葵问的问题也很好，就是笑点跟道德标准怎么分高低？其实我觉得没办法直接分，就还是很看人啊。就也许不是高低啦，不太一样。是类型。秋葵是香港人吗？没有，秋葵当然是植物啊。哦，谢谢。sorry。我刚刚好像想到什么，但我想不起来。应该那就是没有很重要。没有，说不定很重要，只是不然被我打断了。对不起，我代替秋葵跟你道歉。为什么啊？秋葵是不是香港人才是现在这一 part 最不重要的事情？但他打断了你刚刚很重要的事情，我代替秋葵跟你道歉。好，没事，反正对啊，我也觉得有一些地域梗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讲对不对呢？我不知道。我觉得地狱梗跟文创一样，这个标签有时候有点被滥用了。有时候好像会为了有一些人好像是因为觉得地狱梗很酷，所以硬要讲地狱梗。但有时候我觉得那就真的不太好笑，所以对，我觉得比起被冒犯，对，完全就是。我最不能，我这真的很不能接受黄色笑话，为了开而开，很有针对性的时候，我真的不能接受。对呀，但是那种就是你要想一下才发现，哦，原来这边有一个笑点的那种，我觉得蛮好笑，那就无关乎他是不是黄腔。对，我觉得真正好笑的地狱梗，或者是真正好笑的黄色笑话，就是因为他已经不是因为黄不黄或是地狱不地狱，他就是因为要真的好笑。对，就是他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对，你要说是地狱梗，那你要有梗啊，你要好笑啊。对，他就走地狱而已，他没有梗，知道怎么笑。我就觉得只有尴尬，完全就像黄色笑话，只有黄色没有笑话，那我要怎么笑？对，真的完全。讲太好，没错。好，解决了这个困扰你有一段时间的问题了。不过萧煌奇开的玩笑真的蛮好笑的，他真的很好笑，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就是他有权利讲这个，对，是的。他最近不是跟那个吗？李炳辉吗？辉煌旅行社啊，我还没听那一首新歌嘛，对不对？我不知道那是新歌还是什么，反正我就只有看到他们的，我看他们的宣传，就是他们做验光，他们去验光的那个，真的很好笑。到底要验什么光？说萧煌奇老师有一首歌叫做《你都没在看》，很好听哦。很好笑。他在 MV 里面还在开游览车啊。太危险。他不是还代言那个车子吗？最新的那个。他还说很好看。没有，他坐在副驾说我没有开哦。很可爱。我操，真的很好笑。他的地狱梗是全世界最好笑的地狱梗。对啊，但是他是真的是超爱玩这个梗。他就很赞。好，我们再来转看。好的，等我一下，我处理一下我的猫还好吗？好，趁他不注意来转。我是看得到的，好吗？对不起。等一下，我把它抱上来，等我一下。哇，太好了！你要分大家听哦。好，我来问大家，各位，你们会用什么方法跟一个人互相理解呢？大家好像比较想跟你的猫聊天。真的假的？但老实说，我没有很喜欢他在我直播的时候叫，因为大家就会把注意力放到猫身上，那我很难接话，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没有很喜欢他在我直播的时候叫。没错，我知道很可爱，我可以理解大家觉得猫很可爱，或者是猫出现在直播的时候没有问题，可以接受之类，我可以理解，但是老实说，大家在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接下去啊。对啊，的确是不太好接。对啊。你会请你的猫在你直播的时候不要出现吗？不会，但是我就会，反正我把它抱起来，它基本上它就不会叫了，所以我现在把它抱起来。很好控制很好控制。它是一只。对，它是一只很好控制的猫，它很乖，它真的很乖。我家的猫还蛮啰嗦的，然后通常比如说不知道它是要抱还是要干嘛，反正就是每一招都试过，然后它还是继续叫，就觉得到底是想怎样？对。那你现在直播的时候，它在哪里？它应该被家里的其他人控制了。那就好，还好，至少没有来薄板面，对，抢镜头。而且他最近好像比较不喜欢我，所以他不会来找我，太好了。怎么可以？因为最近不是我在喂饭。好吧。对，好现实的猫咪哦。真的，没关系啦，我们的关系就是构筑在这个喂饭。太现实了。好吧。
好，你会用什么方法跟一个人互相理解？把他抓来转身 V 转盘。我会用一个说，我直白的说，我选择不和任何人互相理解。哦，真的假的？是为了避免受伤吗？不是应该说我懒嘛，反正就是我对于我的人生的交友这件事情，也不能说消极或是抗拒，但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会认为，反正我是这样想的，那你怎么想？我不 care。他以为在问他怎么想。好了，那就叫吧，就是这样。对，我真的会就是不愿意，就是基本上不跟对方互相理解，就是我做我的事情，你做你的事情，然后假设说你不能够理解我现在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OK， 那你不要来干涉我，我没有意见。然后如果你做的事情我不能够理解，那我就会选择不去看，然后也不干涉。好赞！如果说忽略掉这件事之后，我们还能够继续交流相处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果忽略掉这件事情，或者说忽略不掉的话，那我们就不当朋友了。这样你也无所谓。要说无所谓嘛，我觉得人跟人的缘分太难了，每个人都要磨合，真的很累，所以就点到就好。还不错磨不下去就算了吧。现在比较倾向于那种不用磨我们就合的那一种，蛮看开的。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就是与其一直在磨来磨去，也是可以，就是更多的萍水相逢。然后你遇到就是真的价值观类似的人的几率，应该怎么说呢？你可以透过认识更多的人提升那个几率，或者是从每个人身上找到。不同的人身上就从每一个人身上找到一两个合得来的地方，然后你就只针对那一两个合得来的地方跟他相处，然后就像把朋友分类一样，我可以吃饭的人找这个，出去玩的人找这个，聊天的人找这个，然后喜欢某一个兴趣的，就喜欢个别不同兴趣的类型，就找不同的人，这样不同兴趣的人就各一个这样。真的这样很健康就是有时候。就有一些人真的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找到同一个人身上，但是不太可行的。对啊，对，我对，有些最近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成年人指什么叫做指什么不教育啊？我忘记了，忘了，我好像没有跟到这个。成年人指，我看一下，我查一下。好，那我想一下，我都怎么跟别人互相理解。好。不过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我好像我想到，看找到了，只筛选不教育，有道理。对，现在就很流行这句话，但我这样子的面对我的人际关系已经行之有年了。是大家终于跟上你了。不敢这么说，但对吧？就尽量让自己。活得快乐吗？的确，我很快乐 ，happy。秋葵说这样算是没理解吗？还是因为你非常理解才这样相处？我就选择我可以理解的地方啊。然后我只针对我可以理解的部分跟你相处，然后你也选择你可以理解的地方跟我相处就好。那如果说你无法忽略掉其他你不理解的地方，那我们就没办法相处。那就不要相处。对，相处不下去，相处不了一点。有道理耶。对啊，各取所需。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很积极的，一定要非得跟大家互相理解啦。就是，但我其实这题应该是针对特定的人吧，就是比较重要你在意的人，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你觉得你认识很久的朋友之类的。但很可惜，这样的角色在我身边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就是真的是我没有例子可以举，我也没有要跟他们互相理解。
哦，不对，过确实这样的话，我就是只要跟我稍微，也不是说稍微，但是就是我觉得够好的朋友，好到一个程度，我确实就会想要，就是更理解他。对，就是但可能你不会，但是就是每个人会不一样。但我的话好像会耶，我好像会。嗯那我都怎么跟人家互相理解呢？我好像也没有很积极耶，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只要够熟的话，就是总是会互相分享一些想法，或是最近注意到的事。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层面就可以去拼凑，或是理解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所以我好像没有真的特别很积极的在采取某些行动去理解别人。对，不过这题应该是问方法嘛？的确看起来应该是在问方法。我都用什么方法？如果我需要很快的理解一个人的话，我会找他来深 V 转盘。听他讲话，对，我会听他讲话，我会在一群人里面不讲话，但是听他们互相聊天。真的就这样互相真的。然后，可是这样就没有互相啊！我只有理解到他们每个人，但他们不会理解我啊。哦，这样没有互相啊，所以要讲到底的话，互相理解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推荐给大家可以拿深 V 转盘，因为深 V 转盘就是你也要回答，我也要回答，对，而且真的是讲一些跟价值观很有关系的话题，真的很深只是很多一般比较正常的社交场合，可能都不会聊那么硬的，只会聊说你吃咖喱会不会饱，好像不会聊这个，但是会聊说你喜欢吃什么你在看什么剧啊之类的。怎么可以不聊咖喱会不会拌？哦，真的吗？所以你咖喱会拌吗？不会耶。那你会就是反对拌咖喱吗？不要拌我的就好了。怎么样？友情还在吗？那就对了，那就好。再来，我是属于那种对你不要干涉我就好了的那种人。对，基本礼貌，你不要帮我拌，我会打死你。对，没错。对，是有理解，怎么理解到他是吃饭专用的？就是我可以理解他对我来说是吃饭专用啊，但他不会理解我到底怎样，我不会让他理解到我啊。你觉得不需要？对，所以没有互相这件事情。当我理解，就是对他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互相就是吃饭专用的。那既然他是吃饭专用，他就不需要理解我，那我就不会让他有机会来理解我。我们的关系就到我理解他是吃饭专用的为止，没有了。的确耶，因为我之前在打工的时候也是就是会接触到一些人，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从日常的谈吐听他们讲什么话，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一些价值观。对，比如说对，不是啊，在一个圈子里面不讲话的人是最可怕的。你在干嘛他都知道，很可怕。真的耶，就对啊，就之前那个好了，我要讲这么明确嘛，我都已经开头了。就是之前在打工的时候，有一些同事就是讲出来的话，很明显是没有在关心政治，那我就不会跟他聊政治因为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发展。没错，所以他就是上班专用，甚至不会找他吃饭。上班专用，没错。但礼貌还是要有，就是真的不会，还是要可以教我这个吗？也不用特别怎样，对。没错。对。怎么知道对方有没有理解我？考我觉得蛮容易知道对方有没有理解我的因为我就没有，我基本上我在他面前，我也不讲话，我可能也不在他面前跟别人讲话，他能够理解我的机会就只有可能看我做事，或是做一些，这是一些细节嘛，我自己平常行为的细节。可是当我了解到这个人，他就是吃饭专用的时候，没有不一定要吃饭，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最低等级那种。当我了解到这个人，他对我来说只是吃饭专用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没有办法从我的行为来理解到我这个人的程度了。他就是那个类型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理解到我了。我有同感。对，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关系就是共同语言就也很少。对啊，对，所以没什么好互相理解的。还有那种就是知道你会去参加一些艺文活动，然后还问你说
哎、你去看艺文活动哦，那不是很无聊吗？哇，这个是拜托你闭嘴欠修理，真的硬要贬低，我觉得这个太不会社交了。对，啊，我觉得很好笑。如果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说哦，我觉得艺文活动都蛮无聊的，对，我觉得差很多，我觉得差很多。他是先知道你会去的时候补这一句，那真的是啊，你要不要去死啊？哇，真的会生气耶，真的会耶，对啊，真的会，蛮靠腰的。对啊，那像这种人，你要怎么跟他互相理解嘛？我不会让他，我不会去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会喜欢艺文活动嘛，那他就没有理解到我的机会啊。我不会去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会喜欢，那他就不理解我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会不觉得艺文活动无聊，那他是不是就没有理解到我？那我就没有互相理解啦。嗯，有道理，有道理。我觉得啦。嗯，哦，对啊，我觉得跟有些人的理解。就是可能我跟这个人的互相理解就只有5%，但是那个5%就足以让我知道我没有想要跟他更加互相理解了，可能类似这样吧。对，用什么方法？没错没错。对，好了，总而言之就是听他讲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听他讲话，听他讲话就对了。好像没有遇过这种让我这么生气的。有啦，我觉得应该多少都会有那种白目的人。我觉得网络上会遇到，但网络上我比较不痛不痒。他在现实中没有吗？现实中，我想想哦，我觉得同事会有啦。那就是我打工的日子不够久。好惨哦。好像要说有的话，感觉好像有，但是突然要想会想不起来，可能要等我突然被什么东西 cue 到的时候，我就突然气死，然后开骂。太好笑了，我觉得很多日常生活中真的很多，久了就觉得好，你不要跟我讲话。对啊，还有那种就是很这样讲对吗？应该对吧？就是我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人，就是也无可避免的知道我对台语文是有一点研究、有一点兴趣的，对，然后我会用台文，然后我有修过台文系的课，但有一些人就是还是硬要说教，就是他没有任何想要研究的，他从来没有，哪怕是稍微就是用 Google 查资料，或是找一些教学影片都没有，然后就硬要说教，还要教我怎么做台语相关的内容，也是有遇过，对，也是有遇过之前就是一起合作的人，然后就是就我所知，他的职涯跟台语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甚至平常也不讲台语。但是，就是因为我在开陈火蛇的频道之前，其实就有做过，至少也有个3年的台语的内容了。那是另外一个账号，叫做你敢怎样？有一些人知道，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被这种对这个领域毫无钻研的人硬要说教的人蛮不爽的，对，我觉得有点类似吧。对，就是他知道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而且我确实有花时间研究，但是他好像觉得那个没什么。才会觉得自己没有花过任何心力在这个领域也可以说教，我是这样觉得。对，好烦，好讨厌。没事，这种我现在都不理他，你爱讲你就讲吧，对啊。真的，子昌晚安，台罗仔是不是都比较容易生气啊？对，我们就是爱生气，没错，没错。你说的都对。做效果。我知道，看自己人。好笑。突然好那个不恐怖。电影感哦。好难哦。这个很，我没有什么真实的。我只有就是遇到画面很电影感。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是吧？我之前去看灭火器的专场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唱《双城记》，你知道《双城记》吗？我好像有印象。双城记是在写那个反送中的。然后他在唱那首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待过戏剧社，然后那时候我最喜欢的。
因为社团大家都会轮流位置，每次都会轮流，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轮流。我那时候做过最喜欢的一个位置是灯光，所以表演的现场我很喜欢看灯光。我会特别注意这场的灯光打得怎么样。然后那一次他们唱《双城记》的时候，他那个现场的灯，他是用白色的灯，因为在晚上，然后又室内，也不知道完全室内是封起来的啦，室外但封起来的那种地方，然后他用白色的灯这样闪，然后因为那首歌本身就很沉重，他那个灯在闪的时候，你眼睛不要眨，你看到的画面它很像是逐格电影，它就是动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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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酷哦！然后再加上那一首歌，就是整个画面真的很有，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我听到在唱《双城记》的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很沉重，然后再来就是再加上他那个画面整个呈现出来，这当下在那个瞬间，我真的，而且他那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一格一格的，你知道现在在唱《双城记》，但你耳朵里面是没有声音的，你的眼睛里面就只看得到他一格一格的这样子在闪，好酷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但是对我现在目前为止最印象深刻的一场表演，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瞬间。因为他也不是整首都这样打，但就是那一段的时候，我连音乐都听不到，我觉得对我也觉得很酷，我没有办法形容它。哇！对啊，就是我对，应该是这样可以吗？这样算有啊？我觉得有，我其实想不到答案。真的吗？因为我是一个对过去的事情的记忆非常差的人，所以我很擅长遗忘，对，有好有坏。那我觉得我蛮擅长遗忘的。因为看到这个题目，应该会先觉得是不是有什么人生比较转折的时刻嘛，或是特别感动的时刻，对。但因为我的人生好像真的没有经历到太冲突的事情。没有太刺激的风浪吗？就真的我几乎没有，所以就只能有画面而已。我不确定这算不算电影感，但是我有想到让我觉得很非日常的时刻，就是我有跟一些人讲过，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但是就是我在转生成宝箱怪之前呢，我原本是人类，但是我原本的生父是欧洲人，可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真的是从小就在台湾长大，然后就这个没讲过哎，就是我小时候跟他的接触其实蛮少的，对，然后就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台湾人，除非我照镜子，我才会发现我好像不是，就没有啦，就只有照镜子之后才会发现自己身上有欧洲血统这件事情，虽然不是很明显，对，反正就是，可是随着岁月经过，加上转生成宝箱怪之后，就也不会认知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之前就是还是人类的时候，有搭飞机去欧洲找我的原本人类生父的时候，就是那个 moment 觉得很奇怪，就是觉得我的血缘上有一部分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件事情还蛮怪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有这算电影感吗？就是一个万里寻亲是这样讲吗？抽卡的时候也不会发现吗？不会抽卡运没有特别好，并没有。这好像为什么会联想到他这种？没有比较欧，没有。对。等一下，对不起，我虽然我很爱玩卡牌游戏，没有错，但是我的牌运真的是不怎么样。超好笑。对。但那个 moment 是觉得很奇怪的。我觉得这个有。对，我觉得这个是会很像会发生在电影里面一个心境的那种冲击，然后你要把它用画面呈现出来的话，我觉得好像有。可以配一点手写字是吗？对吗？我不知道。子昌说台湾比欧洲难抽，之前是不是有一阵子有一个网站是可以那个模拟投胎？对，你怎么投到中国人？台湾超难抽的，不是抽一抽不是中国就印度，不然就美国。对啊。美国也不是很好抽其实。那个好笑。好，那个玩一下蛮有趣的，然后玩一玩就会觉得想死的时候点一下，中国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耶。
对，不是那个网站的用意其实是这样，它就是在没有我不知道，我乱讲。所以你就先模拟一下投胎，然后你就可以再想一下到底要不要。对，那个网站比那个张老师专线还要好用。对，如果很爱中国的话怎么办？哦，那你也可以做直播啊，然后那个他们就会给你钱让你去旅游，然后你就可以移民这样。有钱，然后很爱中国的话，也不一定要投胎嘛。投胎你也不一定真的会当中国人，你其实可以直接搬过去。对，你就然后他们就会给你钱请你去旅游，然后你就讲一些他们的好话，然后你就可以搬去那里了。OK， 这个大家记得啊，想当中国人不用等下辈子，这辈子就可以咯。没错，不用等，马上行动。不要回来，太平洋没加盖，游过去就好了。不要回来，不要回来。超好笑，好臭哦！怎么会这样？到底在说谁呀？没有啊，又没有特定指谁，又不是只有一个。超好笑，太狠了！哇，太好了！想问你的问题有转到为什么都会想问我？是因为我写字吗？我觉得如果是有在写字的人，感觉难免会有人把你叫做文青吧？还是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而且题目是自称，我也不会自称自己是文青我觉得自称文青还蛮尴尬的。我自己会这样，就是我如果真的觉得，假设今天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文青，那我会说我是假文青。一定要这样才有那个感觉。没有，就是我假设我今天就像我，对，就是我会用比较贬低的方式来形容自己，我不会直接把它讲出来。或是用嘲讽的方式来形容自己。对，我不会这么直接的自称，就是对啊。像我现在在当 B2 了，爱当不当的。然后如果我有讲，我就会说我有在做直播啦，这样。我会说我是 VTuber。但我觉得有道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某个标签被一些可能不是真的那么透彻了解的人滥用之后，就会不想用那些标签。对，那我可能就会用比较反讽或是贬低自己的方式去形容，说对啊，我是假文青啊，这样子。但你还是想要你知道假文青必备什么吗？眼镜哦，不是那个太宰治，人间失格。真的我有一本。我没有还好我不是文青。我那时候听说就是假文青都有就必备一本啊，我就去买一本。为什么啊？然后假文青就是他们那一本太宰治他基本就是那个人间失格，他们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没看过，他们不知道在写什么。然后对我那本我也没看过，他就在我书架上，我也从来没看过。那你很忠于这个文青的人物特质我就自从知道假文青有这个特色之后，我就买了一本，超好笑。为什么？为了形塑你的身份认同？没有，我那时候是想说，就是要怎么讲，有点算测试吗？就是我就想说，我去买一本回来看看。那假设说我真的能够把它看完的话，是不是可以就对，反正就是要说。也像是反抗那一些自称文青的人吧，我觉得他们都觉得文青就是要有一本太宰治，那我就会想说，那不然我去把它买回来，然后我把它看完之后，我来理解一下为什么文青们会认为自己有一本《人间失格》是一件很文青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当有一天要是我真的遇到那些自称文青的人，我可以拿《人间失格》来怼他。对，我可以拿《人间失格》来怼他，就是跟他讨论一下内容。发现他半个东西都讲不出来的时候。对，所以我大概是有点像带着攻击性的心情去买吧，结果后来发现我也看不下去。我觉得为什么？好，我只看了大概前面10几页1-2章吧。为什么贾文清要有一件人间？为什么贾文清都要一本《人间失格》？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宰治本人就是个贾文清。我没看过，我不知道。我自己看完前几页心得是这样我没看完，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过，我真的不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对，你看那个伊藤绿塔说对，那他可能有看过。
吉他，老实说，吉他我也有一把，那有在弹吗？偶尔一天弹个5分钟，那很好拿起来，我就拿起来，然后就弹那几个和弦，弹弹就觉得弹来弹去就这几个和弦，我也不知道到底要练什么，然后再收回来，这样收起来，这样。那已经有行动了，我的乐琴已经冷冻1个月以上了。没有啦，乐琴不要，乐琴是不是乐琴是那个比较大的琵琶吗？还是比较小的琵琶？哇，乐琴是比较大的琵琶吗？吉他是6条弦的贝斯吗？吉他是比较短的贝斯。乌克丽丽是比较小的吉他吗？没有啊，乌克丽丽是一种贝斯啊，他们都4条弦呢。没有啦，就是对。我开玩笑，我没有生气，我是觉得很好笑，一定要凑一下吧。对啊，就是讲到这些乐器，不是就是要大家呱呱来吧？琵琶跟乐琴感觉差蛮多的，是吗？好像也没差那么多啦，但反正就是乐琴基本上就是台湾的乐琴，其他地方的乐琴不太一样，但是台湾的乐琴是2条弦。然后琵琶跟乐琴有没有关联？我有点不确定，可能有啦。所以乐琴是一种二胡吗？应该差更多，因为二胡是用拉的，但是乐琴是用弹的，所以真的要说的话，乐琴跟琵琶还是比较像一点啊。所以乐琴是，所以那个二胡是一种小提琴啊。对对对，二胡是一种小提琴。吉他是比较大的乌克丽丽吗？古琴是比较少的，不是，古琴是比较少弦的古筝。哦，原来如此。没，超好笑。对，乐琴比较接近软类，对对对，但我其实没有弹过软。三味线是，三味线好像也是用拨的，也是用弹的，对啊，所以三味线是一种吉他，因为他们都要拿 pick。对对对，乐琴也是一种吉他，对对对对对，要拿 pick。然后如果你想要很台的提琴的话，你还可以找那个大公阿弦，就是如果是大公弦是什么？如果是在就是歌仔戏或者是庙会我不确定，应该也会有，但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弦乐器，但是用拉的，蛮想学的，但我乐琴都没练了，所以应该是不会练，不会去学。超好笑，讲到乐器就会这样，讲到乐器就会越讲乐器嘛。没错，太好了。艾斯洛姆晚安。之后如果开乐器行，就叫越讲乐器好，然后蛮好笑啊，赞！但是我不是会开乐器行那种人，这样交给别人的。那给他有钱才能开，跟我没有关系。而且要喜欢乐器跟音乐，我还好，我觉得还好，我是一个不会分辨音色的人。哦，对，像我去听演唱会，去听 live， 他们说今天的音场怎么样？我说哈，不是很好听吗？太专业了。我真的听不懂音场好不好，音响好不好，我完全听不懂。每次都会有人讲，然后我觉得哈，我真的每次都是哈。没事，你还是有享受到。对啊，我真的听不出来，我就觉得很快乐。今天很好听啊，赞！表演100分，对赞。这就是我去听现场的那个赞。OK， 所以文青必备的就是太宰治、人间失格。对，乐器吉他不一定要，然后要穿古着。要古着，然后强调这不是二手衣。好，可是古着不算二手衣吗？不是，文青会跟你说这不是。那你觉得是吗？我其实我没有研究过古着，所以我不知道。它有可能是比较 old school 的风格，所以其实是新衣服也不一定。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古着跟二手衣到底有没有画上等号，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就会有人说，就会有人觉得文青穿的那个古着是可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穿的，捡回来穿的，所以就说他们是二手衣。不是就应该那样吗？那才是古着，不是吗？哦，特定品牌的二手衣。OK， 你看我是真的不知道，不是随便的二手衣。OK， 全新的古着，听起来就很矛盾哎。超好笑。好，那我是真的不知道，毕竟我们不是文青。对，所以你也不会自称自己是文青是吗？
哦，我不会啊，我不觉得我是我没什么文艺气质，好吗？那你有被这样称呼过啊？其实好像没有因为我没什么文艺气质，我的字超丑的，我应该没办法当文青。所以我觉得这题还好，就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抽到人了，对不起。我就说这个节目看起来很会演上吧，我一看就知道。这个还是这个节目算了。以后那个来宾来之前都要签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不是卖身契，那个叫什么？算了，就卖身契吧。什么文青？你的乐琴呢？不要再问了。好好笑。好，我们再转一题吗？还是你觉得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蛮有趣的，我觉得可以再一题。我们来看转盘会给我们什么？我等不及了。用什么做结尾？太硬了。怎么办啊？因为我是从来我开台是从来不谈这个的，所以但我有想说，就是我有问你，我有给你看题目。我想说，对呢，你没有说要拿掉，那我就留着咯。确实，怎么办？你要拿掉吗？我那个还是我先？我们基本上就不谈类似的话题。OK， 我们也不谈感，所以我就觉得也不是不能回答，但是就会觉得会不会，就对我的观众来说是看到了平常没有办法看到的，还是会觉得不行，楚林是不能跟我讲这种话的啊。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呢？还是我们就跳过好了。好啊，好，我们拿去问下一个人。对不起，下一个我不知道是谁，但对，交给你了。希望你是很辛辣的主播。好，那这个也蛮辛辣的。如果这个很简单啊，真的这很简单啊，不会啊，外星人现在不是已经在攻打地球了吗？但是并没有变团结啊。什么时候有这回事？我都不知道。就在上个月底，还有这个礼拜六啊。哦，真的耶。对吧？这很简单，很好回答啊，并不会啊。我觉得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对。对啊，这是现在进行时。的确，就是我觉得外星人来攻打地球的话呢，就会有一群人说外星人的文明很进步啊，我们就跟外星人合并就好啦。你不要招惹外星人，外星人就不会伤害你啊。对呀。为什么要这样挑衅外星人呢？对，外星人他们也很好啊。对啊，外星人也是人啊，外星人就不能在地球生活吗？对啊，我们超好笑，我有这个题目。我也是觉得不会变得团结，而且我觉得，对啊，可能有一些人还会联合起来，就是什么把某些人抓去送给外星人实验，反而是地球人还是会欺负地球人。并不会因为这样就团结起来。你是说抽血的部分吗？之类的啊，会吧？赞。对啊，对啊，外星人有飞碟，很进步哎，给外星人统治不错吧？对啊，你就可以到各个星球去那个去玩，去看星的什么的。为什么要这么反对外星人呢？对呀，外星人的食物跟我们差很多，但是可能也很好吃啊。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你不管说放多大，或是缩多小，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假设说我们今天一家人，我们这样一家人就好，我们这样一家5口就好了。然后有一个坏人，然后对你们家的人不利的时候，就已经有可能会有人帮那个坏人讲话了。就是我们这样5个人就好了，就会分裂了。何况是这样一整个地球，人跟人是不可能有，人越多，他们是不会团结的。对，人越多越不可能团结。没错。所以放到这么大更难。
还可以用行动支付。对啊，真的耶。他们的厕所还有门呢。哇，我都不知道有门耶，还以为没有门呢。好笑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太臭了。真的是平常没事就是一直在看这些东西，然后就，但是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讲，你知道吗？真的是让我逮到这一题，太好了，还好有放这一题。超好笑。好，谢谢。麦卡锡主义，然后让台湾倒退回封建时代，怎么变成台湾了？我们没有在谈台湾，我们说的是地球。对，我们是在说地球。没错，地球。我在跟你谈大海。不行，不行。好，好好笑哦！好，太快乐，今天最快乐就是这个 moment 了。有点太快乐了，真不习惯。赞啦！Yeah 所以你这边是可以讲这种话的是吧？哦，可以啊，本来就很欢迎。但是安娜你在就是平常也会就直白的谈论吗？好像刚好有聊到就会，尤其是这种深 V 话题的时候就蛮容易的。真的是一个非常互相了解的节目，互相理解的节目。大不了跟来宾吵一架嘛，没关系。对啊，你现在有遇过就是真的会吵架的来宾吗？好像还没，只有假装要吵架，结果都没吵架。好，但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是会，但是就可能我们都很有礼貌，就不会真的吵起来。但我是有抱着那个吵起来也是要继续把台开完的觉悟。好可怕哦！不会啊，我觉得敢开这种辛辣的话题，就是要有相应的觉悟，就吵就吵没关系，反正就是还是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但是既然我讲出来了，代表我认为是对的。那我用台语吵架吗？好像没有。跟我讲台语吵架可以练凳吗？会打结吗？我较无在用台语跟人玩家呢，因为平常时有把机关枪吗？用台语不太行好像因为平常跟我讲台语的人都是开心的聊天，你们都没有在吵架。还有长辈更不可能吵架，长辈都不跟我讲台语啊？真的假的？真的，只有同辈比较会跟我讲。我爸都会讲台语，然后我就会自动切换成台语。太好了，我家的长一辈的都不讲台语，但是长2辈的有一部分是只会讲台语的，所以我就用台语跟他们聊天，但是也比较少见到他们。哦，对呀。好吧，好，请问你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吗？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吗？我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15分会如常的开我们的早餐台。对，非常普通的一个节目。然后我好像在我的 Discord 跟他们说，有事想要跟大家讲，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啊。就这样。所以有不一定很重大的告知这样子。对。没错。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啊，我们就正常开早餐台这样。好的。好呢，早顿是什么？早顿好呢，早顿。原来如此，学到了。好，对耶，我较无咧开，迄个叫啥？早起的台，我较无咧开。我是固定礼拜天早上8点15分会开早餐台。那虽然说是固定，但是现在也没有每周开，就是有开的话就是这个时段。那这周会开。固定的意思是有开就是这时候，但不一定有开。对，以前是固定，真的是都会开，不能开会讲。现在是有开才会讲。变忙了。对啊，然后我要宣传什么？我还是想要宣传我的那个啦，我的手写字幕。所以如果有 VTuber 的朋友有看到的话，可以找你的意思。现在还没有，我希望没有，大家可以去看我写的字幕这样子。对，我好像也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开回头。因为我有播放清单，我可以放吗？可以啊，我也可以帮你放哦。真的吗？
对呀、我有一个播放清单，就是大家播放清单，我觉得阿慧有在里面吧？没错，有蛮多人在里面的。对，我有一个播放清单，然后这是我帮鹏鹏写的，那有一些还在进行中，有一些还没开始，就是我可能还没收到档案，然后有一些是正在写，然后有一些是我正在计划要找这样子，然后就希望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多看几次，然后多推广，这样谢谢。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没错，让大家知道我写字很好看。没错。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唱歌的话，我也会加减写。那我自己也就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会有横的影片，可能会长一点，但也没多长，不一定啊。我看我想要写多长啊，就是我自己唱歌的话，我自己也会帮我自己写。然后就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多看一点，然后让大家知道我写的字幕很赞。好诶。对对，然后你刚刚有讲到就接委托的事情。委托是指一整首有 PV 的那种。哇，你还要剪 PV 哦？不是，我是说你要委托的是这一种吗？还是怎样？哦，我觉得如果是我委托的话，我觉得我拿到就是手写字的档案自己剪 PV 也会蛮喜欢的，就是单纯写字的部分嘛。好，因为我最近有在帮人家，就有鹏鹏他想要做 PV， 他已经录好歌了，然后正在画图，然后他希望我写字幕，然后那支影片可能今年可能10月或11月会上，他就是正式的 PV cover， 然后我会帮他写字幕这样。哦，好诶，好诶，好诶。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这个是对，然后就期待大家可以关注，然后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是希望可以多写这种正式的 cover 的 PV。好。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关注我一下，我希望累积到作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可以有那个底气跟勇气，在我的名字挂上手写系 VTuber 这样。好诶，好诶，好诶，我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好，我又可以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这样说，大家都是在帮我宣传，这不是你们蹭我，是你们在帮我宣传，好不好？对吧？好，希望大家帮我多看几次，谢谢。那就交给大家，这大家今天的回家功课就是去看这播放清单，然后分享给至少7个人，好不好？7个啊，一个人7个啊，我好像那什么连锁性呢？你在24小时内转传给7个人。好，那老鼠真的。好，谢谢阿火，今天真的是上礼拜一讲完，然后他马上就约我了，谢谢。毕竟是行动力的化身啊！谢谢，我真的很久没有，要说很久啊，这是我第3次到别人家做客。哦，难怪，感觉你还是有点紧张。他说紧张吗？应该说蛮兴奋的。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在别人的频道让其他不是我这个圈子里面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很开心。好诶，有一部分也是想说，趁你来不及反悔，赶快把你抓来。不会反悔，怎么会反悔？真的很希望可以就是多交朋友，然后多曝光这样。没有啦，开玩笑。这场如果有其他 VTuber 有联动企划，也可以邀请我，我很乐意。好诶，拜托。好，那我也来宣传一下，就是我之前一直想要剪长片的街访，然后剪了好久，终于剪好了。明天下午3点，耶，感谢。明天下午3点，对，可以到我的频道看。然后，对，长度大概是10几分钟，应该15分钟左右。对，还蛮。是横的那一种。对呀。赞耶，可以配饭哦，不一定要3点准时看，你可以晚餐时间再把它打开来看也可以。我想想，明天下午3点是不是？那我下班前就可以看了。喂，对，如果上班不知道干嘛就可以看咯。对，没错，在吃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就是配着街访，刚好是对配饭的长度，赞，太好了，差不多。期待哦，我也蛮期待的。希望大家会喜欢，真的。
但上面不会有我。对，我们等一下下播后再来处理一下。好，那好，那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吧。好，那我们降落去看一下降落去哪里。有人在玩台湾的独立游戏耶，好像还蛮赞的。那我们就去找于梦批曼看他玩游戏吧。好，耶！那我们就唐突一点关台好了，大家拜拜。好，拜拜，耶，拜拜。拜拜。